大家平時去旅行都會行下博物館，感受下當地嘅文化同歷史。其實台北有個好靚嘅景點，可以一次過睇到古典建築，回顧台灣歷史，睇埋鐵道文化，仲可以感受下當年南嶺工人嘅日常生活。大家好啊！今集我哋 Fly GBA 就帶大家去台北機廠，又叫國家鐵道博物館。距離台北101都唔算遠，行幾分鐘就到，真係方便到爆，成為台北市中心最新嘅旅遊熱點之一。嚟到呢度，大家可以感受下近100年台灣嘅變化，點樣由小農村慢慢演化成今日嘅繁華大都市。可能大家都知啦，喺1895到1945年間咧，台灣被日本統治過啦。嗰陣日本人咧幫台灣鋪設大型鐵路網絡啦，影響到今日成個台灣嘅鐵道系統。台北機廠喺1935年興建，係北部火車系統嘅維修大本營。唔少火車都係喺度做保養同裝配，係台灣鐵路史入邊好重要嘅一頁。去到2012年啦，大部分嘅鐵路都搬咗落地底，呢度嘅功能咧都慢慢轉移去其他地方，差啲仲俾財團拆咗。好在有市民同好多團體努力保育，先至保留翻。講翻台北機廠嘅建築真係幾有味道，融合咗日式同歐洲古典風格。你會見到紅磚牆、高高嘅斜屋頂同埋大大隻窗，睇落好靚又充滿歷史感。設計唔止實用，仲好講究光線同空間。經過多年修復，台北機廠喺2025年7月31號正式重新開放。依家就係一個可以重溫台灣鐵道歷史同欣賞舊建築嘅好地方。入邊有好多唔同展區，可以睇到員工以前嘅生活點滴，唔同型號嘅列車、檢票工具、集會禮堂、廚房等。總辦公室係台北機廠嘅管理核心，依家轉型做展覽館，展示鐵路文化同歷史。有個叫移動與感動嘅展覽，用電影、音樂、相片、文學去表達鐵道同人之間嘅感情，仲有好多日治時期嘅文件、職員用具、舊相片放喺櫥窗，可以睇到嗰陣工廠好似個細城市咁運作。同場仲有鐵路風景相片展，記錄住當年車廂內外嘅點滴，不僅係鐵道紀實，亦係時代情感嘅濃縮。至於員工澡堂呢，就真係正到不得了，好有歐洲味嘅日式建築。舊時台鐵員工落班後會喺度沖涼、吹水，係一個放鬆可以容納數十人嘅澡堂。依家仲保留住好多設施，例如蓄水池、瓷磚地面、淋浴水管。澡堂中間有個鍋爐，模擬當年柴火燒出蒸汽，行入去真係有種穿越返去90年前嘅感覺。依家只係開放第1期，之後會陸續有其他廠區開放。如果你對台灣歷史或者鐵道文化有興趣，真係一定要嚟睇下。唔知你去台灣會去咩歷史建築或者博物館呢？記得留言同大家分享下啦！鍾意我哋介紹嘅台灣文化，就幫我哋俾個 like 同撳埋訂閱掣同開通知中。下一集就繼續帶大家去探更多美食同文化啦！仲要記得去我哋 Fly GBA 嘅網站，入邊有好多旅遊資訊，仲會不時有優惠添。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下集見，拜！